智慧水產養殖有助實現水產養殖業嘅高質量發展，推動傳統漁業嘅升級轉型。漁護署鼓勵養魚戶逐步增設能夠配合傳統魚塘操作嘅現代科技。署方啱引入一套配備咗遠端實時水質監測系統、自動投餌機、增氧機、可再生能源裝置及數據分析設備嘅智慧水產養殖管理平台，實現養殖智能化管理。養殖人員用手機或平板電腦就能夠觀察養魚情況，同時可以即時監測養殖水質，操作簡單又安心，仲能夠提高養殖成效，減省人手及節約能源。漁護署會積極開拓及引入新科技，創造更安全、更高效嘅養殖未來，為漁業帶嚟長遠發展嘅動力。